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笑君大镜头，赞美过来通情探头，阮心肝扑扑跳，偷偷啊走出去甲伊约会，伊甲阮牵条条，溪水唱出情歌甜蜜谣。下暗，阮伫窗内听候，月无过来相催，可想嘛想袂晓，情歌搁对远远传来喜人，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敢是笑阮大镜头？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0集，欣赏的是嘉义的韩婉老师伊所带来《笑阮大镜头》。所以，咱邀请韩婉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，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。这首《笑阮大镜头》是人讲查某囡仔爱做梦。我会记你唱江蕙有唱一首歌，叫做《爱做梦的鱼》。迄敢是鱼仔咧做梦？当然是人啦吼。查囡仔爱做梦，互人甲笑伊大镜头。到底是互什么人甲笑呢？赞美月来通情探头。这有月娘的事，月娘会出来嘛？这个月娘敢才是个探头，这是表示讲月光就来到窗仔遮啦。伊甲月光假想做一个人，甲当作人，咱像一个人共款，咱像一个查甫囡仔共款。阮心肝噼扑跳，阮心肝扑扑跳，偷偷走出去甲伊约会，伊是互月光带去，毋是互人带去啦。伊是对月光，因为有月光的暗暝，伊就出去外口散步。伊甲阮牵条条，当然月光拢是照伫个身躯，就是迄个影，伊拢对伊行嘛，那像甲伊牵条条共款，牵去倒位，因行去倒位呢？行去有溪水的所在，这个溪水就那像唱情歌。这昨暗昨暝有月光，今仔日呢，伫窗内听候，月无过来相催。表示今仔日今仔日下暗是无月光的暗暝啦。这个查囡仔讲，较想嘛想袂晓。昨暝都有来相催，阴暗哪无？毋过虽然无来相催，听着远远有人咧唱歌伊嘛感觉讲，咱像咧唱情歌。谁人讲咧甲戏人呢？表示讲，这个查甫囡仔无来相催，毋过呢，情歌可是唱来咧互伊听。伊感觉讲，这个风雨毋若是情歌，敢是咧笑伊大眼头，搁去互
溪水过去。咱有一个词叫做牵条条，这个条要哪写呢？咱华语讲牢固的牢就是讲上面有一个棉布，下面有一条纽，叫做条。什么叫做牵条条？紧紧的握住，紧紧的牵住，就是牵足安的啦，再来有一个燕头，什么叫做燕头？形容傻嫩嫩的样子，叫燕头。这燕呢那写呢，就是咱华语讲的上瘾的瘾，什么人会上瘾？抽烟啦，喝酒啦，常常做这些事的人就会上瘾，上瘾的瘾就是瘾头的瘾。台湾话咧笑人讲，其实有真侪讲法。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为咱来说明。有关戆这个讲法吼，较常听到伫台湾话是瘾头，有的人就讲迄个食鱼吼，瘾头三分饱，你加一头嘛做瘾头啦吼，迄个讲做是戆嘛做瘾头。我瘾头哪像去对迄个戆的讲法吼，也佫无遐严重，有当啊，咱像抑佫一般人会当接受一下啦吼，瘾头啊，你做这个工课安尼。这瘾头要开接受哦。有当你若算讲台湾话内底的迄个讲笑戆吼，笑甲伤严重吼，可能会造成迄个讲做走法年走袂煞的有吼。所以有当像这个话拢爱特别注意吼。所以伫这种句头吼，伫我讲话的这语序内底吼，我会足注意讲，较莫像安要讲笑人的话吼，较毋通用吼。像饭桶嘛是还无偌严重啦，饭桶骹是饭桶就是吼，敢若像咧饭咧第饭，迄足侪人爱食，当然像你看餐厅遐吼，自助餐遐出来，咱嘛用一个桶，一定用迄个茶做的桶，是较好茶吼，伊茶本来就有一种芳气芳味。就是用迄个茶来茶饭安吼，较好安尼就对啦吼，较保留迄个原味的白米饭的迄种芳气啦吼。迄饭桶谐音，伊的谐音拄好共款，迄是饭哈，拄好食饭的饭吼，就是讲像迄个茶饭的桶，是茶很济饭你要做饭桶，就是你着像迄个桶内底茶很济饭，你这个人，咱像这桶甲咱对喙茶很济饭落尔吼，所以饭桶骹食吼，就是干来食饭拢袂晓做出啥物工课，安尼就饭桶，大多数饭桶骹食啦吼。赞美我来同情探讨，阮心肝扑扑跳，偷偷走出去甲伊约会，伊甲阮牵条条，溪水唱出情歌，甜蜜谣。下暗，阮伫窗内听候。月要过来相找，较想嘛想袂晓，情歌搁对远远传来喜人，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敢是笑阮大瘾头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韩万老师写诗，黄德英老师主题讲解，洪昭文吟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。